呢個咧，我哋嘅客戶群體都有好多嘅，佢就係業務嘅性質。佢覺得話有好睇啲啊，有整潔啲啊，精神啲嘅外表咧，會等佢嘅成功率去更加高。中年嘅男性有時候佢就話：唉，我已經50歲啦，我已經唔在意自己嘅外表噶啦。咁佢咧就完全唔會理佢甩頭髮啦。結果佢突然間升咗小主管，然後下邊就開始密密針啦，一直話：哎呀，個主任甩頭髮㗎，點樣啊？或者話咧，佢有一個好重要嘅演講，佢覺得今次演講咧係佢人生中一個里程碑。咁我突然間開始在意自己嘅頭髮啦喎，又會快啲嚟手術治療。然後我有一個30幾歲嘅爸爸，去幼稚園接佢嘅小朋友。然後小朋友嘅同學就話：啊，你阿公嚟接你啦！然後佢成個人什麼？就係尤其嗰啲做業務性質嘅客人咧，呢個咧我哋嘅客戶群體都有好多嘅，佢就係業務嘅性質。佢覺得話有好睇啲啊，有整潔啲啊，精神啲嘅外表咧，會等佢嘅成功率去更加高。咁都有好多人嚟做咯。